住一個小男孩同埋佢嘅爺爺嫲嫲一齊飲茶，描繪出佢哋喺酒樓入面享受呢個珍貴嘅快樂，傳遞出家庭嘅溫暖同埋和諧。另外一個畫面入面有一個小女孩拖住祖父嘅手喺公園入面賞花，象徵住隔代之間嘅連結同埋關懷。小女孩將信件遞給祖父母嘅畫像，代表出對長輩嘅愛同埋感激。拼圖嘅設計更加表達出我哋嘅感恩之情係點樣一點一滴咁樣連結到心入面。另外寫上嘅字例如 love、joy、gratitude 係充滿住對長者嘅感激，將佢哋比喻為大樹，生動咁樣表達出佢哋喺我哋嘅生活入面嘅重要性同埋支持。我用咗彩虹嘅顏色，象徵住溫柔同埋愛，既溫馨又感人。我哋希望呢個可以表達出我哋對長者嘅敬重同埋感恩。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嘅設計，多謝。大家好，我係詹景希，我係讀拔萃行書院附屬小學。我嘅作品用咗紅色、黃色、綠色呢啲鮮豔嘅顏色嚟設計我嘅作品。中間有個大大嘅心，入邊有我同婆婆抱埋一齊嚟表達我同婆婆嘅愛。上面又寫住大大嘅字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嚟表達我對婆婆嘅感激同埋感謝。我希望公公婆婆外婆都可以出街拎住呢個杯，可以感到家人嘅愛。多謝大家。呢一幅感恩杯係以香港嘅傳統茶樓作為背景，畫中嘅我為公公婆婆準備咗一壺熱茶，然後我施展魔法，令到熱茶伴隨住感恩咁樣喺空中傾瀉，熱茶嘅香氣亦喺空中度彌漫。我會選擇以傳統大氣棚嘅紅色作為畫中嘅底色，係因為紅色代表吉利，而我希望公公婆婆能夠事事順利。我亦喺畫中度增加咗一啲會彈起嘅點心，可以增加到構圖嘅動感。我希望大家能夠欣賞到我呢一個精心製作嘅感恩杯。我創作嘅感恩杯，畫面宛如溫情嘅詩篇，絢麗嘅彩虹化為一道夢幻嘅拱門，三代同堂歡聚其下，周圍以蝴蝶、繁花、愛心點綴，洋溢着濃濃嘅溫情。背景嘅尊像係歲月嘅見證者，佢象徵着長輩經歷嘅風雨，以堅毅嘅雙手伸築起溫暖而堅固嘅家園，俾晚輩可以喺安定之中成長。我將呢份充滿愛意嘅場景精心繪現喺杯上面，獻俾尊敬嘅長者，希望佢哋每次攞起個杯嘅時候，都可以沉浸於親情嘅美好回憶之中，真切感受晚輩深深嘅感恩，讓呢份愛喺家中點滴綿延不絕。這幅圖畫表達的是對長者的關愛及感激。我希望這幅繽紛色彩的圖畫能令長者感到心情愉快。畫中年輕人和老人家手牽手，小朋友擁抱老人家，感激對社會及家庭貢獻的精英們。大家好，我係董菲兒，我設計嘅呢個杯包含咗不同老人家嘅愛好，例如飲茶、養魚、跳舞等等。希望借住送出呢個杯，多謝你哋每一位老人家，希望你哋繼續以呢啲興趣活得自在。Hello， 大家好，我係嚟自救世軍田家炳學校嘅盧嘉希。我嘅作品靈感係來自於外公，因為外公住喺廣州，我哋每逢過時過節都會返去廣州探佢，所以作品啲背景好喜慶。
有氣球同埋彩旗。公公好錫我，一時會同我玩遊戲，夜晚做台一齊睇星星，好溫馨。另外，公公好中意種花，所以我喺旁邊畫咗幾朵花，亦都想借花俾長者表示愛意。我希望佢哋收到之後會好開心，並同我講：我好中意你嘅作品啊，繼續加油！我嘅分享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我叫黃貝琳，係8歲女小學6丙班嘅學生。我畫嘅呢幅畫係想表達我對長者嘅感恩。今次嘅畫畫題材係對長者表達感恩。我就喺我個杯上面畫咗一個小女孩捧住一個心，個心裏邊係佢嘅公公同婆婆。呢個係表示佢非常愛佢哋。隔離嗰啲小特徵包括係一件冷衫、一份禮物，仲有一個熱騰騰嘅飯煲。呢啲物件象徵咗公公同婆婆會對小女孩做嘅事。最後，我用手寫字呈現 Show Gratitude 嘅呢個主題，令設計有一種手作嘅感覺，好似送一份親手做嘅禮物俾公公同婆婆一樣，同埋提醒我哋要好好珍惜同長者一齊嘅美好時光。我嘅感恩杯子係以3代同堂家庭嘅幸福場景嚟入畫，晚輩同長輩一齊共聚喺梳化度，笑面盈盈。一旁嘅寵物又為畫面添加咗幾分生趣，背面嘅愛心更加令到愛洋溢四處。水杯唔單止係一個容器，更加係時間膠囊。我以水杯作為媒介，將一家人幸福嘅場景定格喺呢度。希望長者收到呢個水樽之後，每一次使用都會感受到親情嘅暖流，領悟到晚輩嘅感恩，仲有令呢個家族嘅愛同埋關懷代代相傳。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Denise, and I'm excited to share my artwork called Cup of Gratitude. The cup is decorated with lots of vines and picture frames to show different memories. I kept the background plain and used different bright colors for the borders of each picture frame. The concept is all about saying thank you through the picture frames for the good and happy things in life, like our family, especially our grandparents. I hope my artwork reminds everyone to appreciate what they have in life. Thank you. 大家好，我係聖安會人立紀念小學嘅謝子瑜。我呢個設計係希望公公婆婆喺玩 K 嘅時候帶定呢個保溫杯，盡量飲溫水保護好腸胃，或者係品嚐熱茶、咖啡等等。玩樂嘅同時都可以提神減壓。多謝大家。Hello, I am Kylie from Chiu Sheng School, Hong Kong. The concept of my artwork is to show a young girl giving gifts to an elderly. I used alcohol markers to show the vibrant colors as it represents excitement and happiness. This artwork reminds me of my grandmother. We give gifts to show our gratitude by taking care of us. It reminds us to appreciate our loved ones, especially as they grow older. I hope you like it and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Bye! 我嘅設計概念係安慰和關愛長者，有一雙手擁抱緊一個長者，好似我經常擁抱我嘅公公婆婆。希望長者會感覺佢哋係被關愛的，不孤單的。大家好，我係聖公會人立紀念小學嘅李藝晴。呢個水杯嘅靈感嚟自我個婆婆，因為佢特別中意七彩繽紛嘅花朵。杯心嘅圖案以花瓣為主體，營造咗溫暖而充滿陽光嘅感覺。我希望呢個杯嘅設計唔單止可以俾長者感受到幸福同埋關愛，喺每天朝頭早都可以被美麗嘅花朵圍繞住，帶嚟好好嘅心情。多謝。大家好，我係陳慧欣，我係來自417小學嘅4A 班。
而今日我就會介紹我設計咗嘅杯。咁我設計咗嘅杯咧，有4大重點去關愛長者。第一就係尊敬，長者咧就花畢生嘅精力去貢獻家庭同埋社會，而佢哋嘅人生經驗仲比我哋豐富，好值得我哋尊敬㗎。第二就係陪伴，我畫嘅杯構圖好簡單，只有老人家、大人同埋小朋友聚埋一齊食飯，都已經好開心㗎。大家記住一定要搵多啲時間陪長者啊！第三就係感恩，今日我哋擁有嘅唔係必然㗎，我要感恩長者年青時為社會付出，造就今日嘅我哋。我哋都要對佢哋常存感恩。第四就係支持，大多數嘅長者都已經退休冇收入，我要支持佢哋嘅生活同埋醫療需要，使佢哋老有所養老有所依。無論係家裏面嘅長輩定還是其他人嘅長輩，敬老愛老係我哋嘅優良傳統，值得我哋傳承。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聖公會靈雅小學嘅李湘玲。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呢隻杯嘅設計諗法。我一知道呢隻杯係送俾老人家之後，我就諗老人家中意啲乜嘢呢？我就諗到婆婆每一年嘅新年都會買束好鮮豔嘅花擺喺屋企，增加新年嘅氣氛，所以我就會畫2朵大紅花，並寫上祝福滿滿，希望佢哋收到我嘅祝福。我覺得老人家收到呢隻杯之後，會覺得好喜樂同埋平安滿滿。多謝。我嘅婆婆喺我好細嘅時候就無微不至咁照顧我，陪我玩，教導我點樣做一個好孩子。喺婆婆嘅悉心照顧之下，我先至可以健康快樂咁成長。畫入面有一對手捧住一個心，上面寫住感恩，代表咗我哋對長者感恩嘅心。為咗感激長者對我哋嘅細心同埋呵護，我會以緊緊嘅擁抱嚟表達對我對佢哋嘅愛，就好似畫入面小女孩同埋婆婆擁抱住咁。四周圍住嘅心形圖案代表咗愛常喺我哋身邊無處不在。長者對我哋無私嘅付出，我哋亦都要以感恩嘅心去感激佢哋。多謝。大家好，我係秀茂坪天主教小學4E班嘅張宇穎。我嘅作品係一對男孩子和女孩子螺旋揮春欣賞煙花，佢哋嘅心情十分愉快。我想表達嘅信息係希望在呢個農曆新年這個歡欣的節日，長者和小朋友都可以聚首一堂欣賞煙花，祝願長者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多謝各位。各位老人家，你哋好，我係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嘅莊日南。呢幅畫我係用木顏色嚟畫嘅，後面嘅霧用深淺色效果嚟做一個腦海中嘅回憶。背景係一條路，周圍都係霧，代表各位老人家腦海中嘅回憶。中間嘅3個影像係長者生命中最美好嘅事。第一，有家人嘅陪伴，同你哋一齊傾下偈。第二，你哋病咗嘅時候，有家人嘅照顧，佢哋都會好好咁照顧你哋都會快啲康復嘅。第三，同家人做一齊鍾意做嘅事，例如去旅行。最後，我想表達有家人嘅陪伴係人生中最美好嘅回憶。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嚟自舊世軍田家庭學校嘅羅子琪。我嘅父母就啟發咗我創作呢個作品，因為父母我從細咧就教導我點樣去關愛佢同埋身邊嘅人。現今社會忙碌又急促嘅生活，令我哋少咗陪伴同埋關心身邊嘅家人同埋朋友。我參加紅十字會活動嘅時候，有一個活動就叫做長幼共融。當我詢問我嘅爸爸媽媽可唔可以
俾我參加呢個活動嘅時候，佢哋唔單止支持我參加，仲話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令我可以陪伴同埋關愛長者，同時又可以學習人與人之間嘅融洽相處，得到佢哋嘅鼓勵，俾我努力咁樣去做。所以杯上就展現咗點樣去關愛長者、朋友、家人嘅小確幸。我覺得長者收到呢一個杯之後都會覺得好開心，佢哋可能就會話多謝你啊，呢個杯真係好靚啊！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聖約瑟小學4C 班嘅鄧文希。杯上面嘅畫作就分為2幅，一幅呢就係幫長者過馬路，另一幅呢就係陪長者傾偈。為咗表達對長者嘅感激之情，杯上面係用心形嘅圖案為主題。喺設計同背景方面，就用咗鮮豔嘅顏色嘅花朵，因為關懷長者係一件令人心花怒放嘅事。大家好，我叫高曼兒，我嘅作品編號係11號。我嘅作品靈感嚟自最錫我嘅嫲嫲，因為佢好鍾意帶我去公園玩同睇花。我會將自己繪畫嘅作品印在水杯上，然後送俾公公婆婆。透過圖畫畫面和有溫度嘅水杯嚟表達對長者的愛意。若公公婆婆收到這份禮物，我覺得佢哋會感到溫暖和感動。佢哋會指住個杯講：畫呢幅畫嘅小朋友一定好有愛心。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聖公威仁立紀念小學嘅陳敏喬。個感恩杯嘅題目係找緊食飯嘅時光。我哋通常以為同屋企人應該仲有好多時間，但係到咗有一日，我哋可能會發現，我哋原來冇好好咁陪伴同埋照顧佢哋。所以我想提醒大家要珍惜同屋企人相處嘅時光。我畫呢幅畫係同屋企人食飯嘅時光嘅一個畫面，表達同屋企人食飯嘅簡單嘅快樂。我講完啦，多謝。大家好，我係秀敏平，天主教小學嘅任琴師。當我畫呢一幅畫嘅時候，我諗到一直照顧咗我長大嘅媽咪。畫中嘅小女孩係我着住紫色嘅衫，因為紫色係媽咪最中意顏色，所以我用咗呢個顏色嚟做我件衫。而右上角嗰個禮物就係我一直以來想送給媽咪嘅禮物，裏邊有著我媽咪一直送我嘅禮物，同埋我送俾媽咪嘅禮物。而左下角嗰個 thanks 一個英文字幕就係我一直以來想跟媽咪講嘅嘢。而畫中有好多愛心，因為我一直想對媽咪照顧咗我咁多年，表示對她的愛意和感恩。大家好，我係嚟自崇明天主教小學嘅何影娜。呢一幅畫裏面係一個男仔寫緊一張感恩卡，將要送俾佢嘅爸爸媽媽。畫呢幅畫嘅時候，我腦裏面諗住嘅係爸爸媽媽養育我咗2年，非常之辛苦。佢唔單止要返工，仲要照顧我。我想藉住呢一幅畫發俾所有人聽，爸爸媽媽非常之辛苦，我哋要好好珍惜佢嘅付出同埋感恩佢哋。大家好，我係聖約瑟小學嘅傅正耀。感恩杯入邊嘅畫係主要表達嫲嫲同我哋家人對爺爺嘅感恩同埋懷念。喺畫嘅上半部分係我喺嫲嫲嘅相簿入邊揾咗嘅3幅相，包括佢哋嘅結婚相啦，嫲嫲喺屋企照顧小朋友，爺爺出去工作嘅情景，同埋佢哋一齊去遊玩嘅開心情景。而下半部分呢，就係我哋同爺爺道別嘅一個情景。咁無論爺爺去到邊呢，我哋都會好多謝佢。呢幅畫呢，我用咗水彩去畫。喺上半部分呢，我用咗比較淡同埋柔和嘅色去表達以往嘅經歷。而喺下面呢，我就用咗比較鮮豔嘅顏色呢去表達而家嘅情景，作為一個對比。咁我諗
爺爺同嫲嫲嘅呢個故事呢，都有好多老友記呢能夠呢去體會。我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呢有呢份充滿感恩同埋幸福嘅心。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嚟自聖公會靈愛小學嘅劉敏圖。依幅感恩畫作嘅暖色係粉紅色，佢以溫馨同埋祝福為主題。畫面中有公公婆婆同埋有3個小女孩捧住一顆愛心，仲有2條字條，即係祝福語。因為我希望公公婆婆們都長命百歲，身體健康，傳遞出家庭嘅和諧同埋健康嘅美好預警。最後，我希望公公婆婆收到呢個感恩杯之後，都會笑到合不攏嘴，同埋都會收到我嘅祝福。